家己铺子第一市场伫1986年改建了后，这个老市场就渐渐愈来愈无人。等来到故乡的少年人，惊这市场的基地会消失去，就举办老市场的导览。搁伫咧市场的厝尾顶举办活动，希望互众人重新来认捌这个老市场。伫咧铺子市场打开始进前，铺子的市仔是这边卖鱼仔，这边卖饭条。活动主持人带民众伫第一市场内底行读。透过高楼伫遮的广告招牌，了解到这栋市场内底过去的历史甲生活，而且搁伫市场的厝尾顶举办活动，一寡头一届来踅市场的在地人嘛感觉真新鲜。无来看过，感觉讲阮铺子在地足侪物件的，路迄个景色拢足水的啊。1905年有这个菜市啊，76年改建完，甚至周边的店家的大姐，伊遐开店，而且出事比较大汉，拢毋捌起来这个菜市啊买人，所以即马有这个少年的要来办这活动，阮全力甲支持。返来故乡的少年人伫市场开店，为着要互大家会当用无同的角度来看故乡，所以就一寡店家用行读甲活动的方式，搁一摆来认捌地方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历史。所以，当在做导览的时候，事实上是把铺子的历史来介绍给大家。那当然，这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护、珍惜这个地方。我较早细汉的时阵，就定定来市啊，迄阵咱是因为有亲戚住咧遮，我足介意这个市啊的气氛，我感觉伫遮会当，互我一直想到我较早细汉伫遮佚佗的迄个感觉。地方的少年辈提出创意的活动，请少年人来参与。望地方的文化会当一代传一代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